台南市立安南病院自成立以来，发挥区域性的紧急医疗救护的责任，不时甲时间咧抢性命。伫今年6月，一名妇人因为突然间中风，骑车来弄到伤，结果造成创伤性的主动脉断裂、甲横膈膜破裂、合并器官来衰位，甲严重的面骨受伤。伫经过急诊的紧急处理，马上启动创伤小组来介入。先会诊心脏血管外科甲胸腔外科，以救命为优先。这个患者因为这个主动脉断裂的情况属于第3级哈，非常的紧急啊，几乎快要破裂，因此我们紧急帮他做了一个主动脉的支架的修补。好，然后另外因为横膈膜也破了哈，一些脏器都跑到胸腔去哈，影响病人的呼吸。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紧急做了一个横膈膜的修补。那病人在回到加护病房稳定之后呢，发现他的这个意识状况其实并不太好。后来再次复查他的断层扫描，好，发现他其实脑部也有发生一个中风的情况。那因此我们推断说，他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因为病人在这个骑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中风的情况，而导致他失去意识，然后高速的自撞，而导致这样的一个悲剧了哈。那这个意外基本上我们在考量了他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采取了这个药物治疗以及后续的复健。那等到他的病情稳定之后呢，大概在1周多后哈，我们帮他安排了这个颜面骨折的重建。好，当做完这个复杂的重建之后呢，病人在一些咬合的部分有得到了恢复。好，那后续我们就安排了他做这个复健的治疗。创伤性的主动脉断裂，基本上80%的患者在事故现场会死亡。那剩下的20%患者到医院，最后能够出院的也只有60%哈，因为大部分高速撞击下的患者，他不会只有主动脉断裂，他要合并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些，包括脑出血、脏器出血，还有各式各样的胸腔的出血，都会导致病人死亡。好，所以实际上我们最后算起来，发生了这个创伤性的这个主动脉断裂的患者，其实只有12%的人最后可以活着出院了哈。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九死一生的病。伫经过主动脉支架的修补加横膈膜修补的手术以后，等待生命稳定加颜面的消肿，搁再做颜面的重建。经过前后6科医护人员的抢救，蔡女士才成功救回性命。但因为中风后续搁需要一段真长的时间来做复健。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